穿，就是第二次起。先走一阵吧。这样，老舅您也上。少林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不对，不是朋友，你是不对。这怎么扎来着？往里送一点。哎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是这么扎吧？这太难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看，有小点的没有？有不一样的是吧？有好吹的啊。葛优老师把您肺活量都给你调动起来了，是吧？停，别一口一口接着吃，吃歇歇。真的。不是我借他钱，是我借他钱，不一样啊。这不行吧？不行吧？不行吧？行，肯定行。不行吧？肯定行。